也祝大家平安。咱搁听咱的圣歌队，轻声入我心，咱就进入上帝真理的内底，到伫圣殿敬拜咱的主。哈利路亚！合我甲因跟归予咱上帝，哈利路亚！咱的上帝是配得咱安尼地学乐，愿咱伫遮所做的，咱的主拢欢喜悦乐，并且要大大施恩赐福伫咱众兄弟姊妹的心上。会早起牧师要甲咱做伙来想，咱着互敬拜来生活化，点伫咱的生活当中。咱要做伙来读上帝话，罗马书第12章第1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伫遮甲咱讲什么？保罗咧讲，所以兄弟啊，我掠上帝慈悲可劝恁，将身躯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恁安尼侍奉是理所当然。愿上帝将伊的话伫咱的当中，咱听伊话。甲讲伊话的人，拢当得做伙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愿主甲咱三甲伫地。伫主日的信息的顶面，恁拢常常会听到牧师有讲过几句话。这几句话就是安尼讲：信仰爱生活化。咱的信仰。毋是单单伫礼拜日，伫即个做礼拜的时间，较叫做基督的信仰。咱伫生活的当中，信仰煞拍假啦。怎伫生活的内面，阮无信仰的生活，直到咱袂当做光，袂当做盐，直到咱。伫生活中无影响力，咱无法度带人到主的面前来，所以这就是真可惜。所以牧师拢常常咧鼓励兄弟，信仰爱生活化，咱的生活爱有信仰化，互咱的信仰点伫咱的生活中来引带咱，互咱的。生活会当荣耀主。牧师阁有讲起到，咱爱祈祷生活化，咱的祈祷爱伫咱的生活当中，随时拢有。真侪时阵，咱甲祈祷当作是伫向神求尔，因为我无需要时，我就免祈祷。所以祈祷是伫我需要的时，才来祈祷就好。毋对的想法，祈祷爱生活化，伫生活当中随时都有祈祷，无停止祈祷，互咱的祈祷伫生活当中，随时拢会当用，随时拢会当做，咱拢会当甲祈祷。安尼用点伫咱的生活中来经历这个上帝的奇妙。牧师阁有讲，咱着互读经、读上帝话生活化。上帝话是咱活命的美粮，毋是咬卡来食，毋是有时间才来读，毋是想着才要来看，毋是。是咱逐日互读圣经的生活，
成做生活一部分。袂使咱甲一本圣经怎放伫迄个架顶，放甲营业，拢无去看伊。你拢想讲啊，都遮无用，要去读上帝话，安尼足浪费时间。够影？你无用规日的吗？我想绝对无影，是因为咱无甲读上帝话，伫生活的当中来需要来表明。你当然期盼别人替你祝福，你期待牧师讲道时讲一寡祝福的话，唔对。咱着家己伫上帝话语的顶面落功夫，爱伫上帝话语的顶面用心来读、来想、来得到，这拢是宝贝。咱爱个互咱的学乐生活化。咱听到敬拜小组在学乐，咱听到信歌队在学乐。其实，咱逐日拢会当学乐。你讲牧师啊，我也袂晓唱啊，我五线谱也袂晓看，我唱落到底，声音安尼走调，袂听入。牧师要甲大家讲，这你着毋免想遮济，准到一台啊放声的，咱个手机啊嘛拢会当用，家己的。伊就会唱互你听，你若唱10遍，唱20遍，你就会当拢背起来啊，拢会当唱啊。我的第四孙啊，第四个孙啊，信儿，伊上来咧唱王淑英老师教的一块，我袂晓讲的，一个诗歌，一块歌呢吼，人因啊唱甲真好，啊伫厝里。伊上来咧笑啦，伊坐伫安尼摸物件，还是佚佗物件，伊一面就伫遐一直笑，一直笑。哦，我拢感觉我的孙仔会安尼学乐，我足欢喜。学乐毋是着看时阵呢，学乐伫咱的生活。你看我的孙仔遮细汉，伊学下尔，伊就安尼咧唱，安尼咧学乐。咱爱互上帝学乐的歌，拢伫咱的生活中。学乐是随时的，你毋茫你的厝有上帝同在，学乐是袂当减少的。所以你爱随时有学乐，毋是听遐的网络啊、先伫啊广告药啊，然后佮放一歌，这流行歌。遐无利益咱，你若放即个学乐的歌，上帝同在就伫你的所在，所以咱爱互上帝的坐伫咱的所在，就学乐。今仔日牧师要讲敬拜爱生活化，牧师要甲大家讲敬拜。爱生活化，敬拜毋是一丝啊的所在，一丝啊的时间，是咱生活中，就是爱有敬拜，互敬拜成做生活，生活中有敬拜。不得先是讲，咱的行事为人，就爱甲忘掉的阮相亲像。伫遮讲了非常的宝贝，咱行事为人，甲忘掉的阮爱相亲像。咱伫遮甲咱的耶稣伫山顶的教士甲咱讲，咱着做世间的光，着做世间的盐，互光甲盐拢活伫咱的生活中。到第16节，伊讲啊非常好，这就是咱的好行为。咱的行事为人，甲咱神的信仰
是爱三亲像的，所以咱着敬拜生活化，生活的当中有敬拜。其实你会甲牧师讲，啊是要用啥时间？我哪有迄个时间？牧师念互你听，我准简单念尔。我甲伊举一个例，咱的生活大概拢做同款的哦，反复做了，搁再做。牧师念几项，伫日常生活内面拢有诶。咱看起逐项代志，拢伫咱的生活中，逐日拢去做工课，上班8点钟，拢去上班去做工课，中昼就休困，然后3顿饭拢爱食，甚至暗时搁食一个点心，搁落去，咱拢爱去厕所，咱爱骑车开车，咱爱行路，咱爱看物件，咱爱思考。咱爱困一醒，请问咱爱洗身躯，拢用去足侪时间哦。咱真侪时阵，咱逐日拢做同款的工课，啊，咱拢无想一件代志，咱拢连准敬拜，敬拜，就是来到教会尔。要敬拜上帝。来到教会，因为上帝徛起伫上帝的殿。咱的上帝甲咱讲安那，伊充满万项有，伊伫逐个所在拢甲咱三甲地地。有上帝所在，就会当敬拜；上帝随时甲咱地地，咱会当随时敬拜。毋是单单伫教会啦，咱拢一直在想，啊，一定上帝伫教会，啊，着牧师顾规暝规日的，上帝拢乖乖伫遮，所以敬拜时，我着来教会，啊，才敬拜，上帝着会安那伫遮尔。其实上帝是充满了24点钟的你所有的时间。伊拢伫你的身躯顶，所以咱着互敬拜生活化。你甲看这的时间，逐日拢重复哦，逐日拢重复，做这的代志，逐日拢重复。牧师要甲兄弟讲。咱单啊一项代志无做，就是无安排敬拜上帝的时间，因为咱拢掠做，咱拢常常掠做教会的主日敬拜，较叫做敬拜啦。咱拢甲敬拜当作是即阵才是敬拜。其他的时间都毋是敬拜啊！安尼，咱的主耶稣伊有会堂的敬拜，咱的主耶稣伫会堂内底献祭，但是主耶稣犹原有外面敬拜的生活，咱看起伊服侍了。伊到伫旷野无人的所在，伊单独对上帝来敬拜，伫山顶来敬拜上帝，祈祷上帝。咱看见主耶稣为着要选择野生竞选，伊规暝祈祷，规暝伫上帝的甲上帝相斗阵。咱的主耶稣无好定固定场所的敬拜哦，伊无哦。咱的主毋是讲
迄个固定圣殿的敬拜是唔好的，唔是安尼哦。主耶稣照常，伊拢伫圣殿，伫迄个所在来敬拜，伫会堂来献祭。所以今仔日咱伫遮做礼拜，这是非常对的代志。咱阵还阁有线顶直播的兄弟，牧师嘛是安尼期待，有一日看你会当对直播的所在停起来，倒转来咱的教会。咱的教会伫遮实际甲咱的主面对面，甲咱的主三甲来做伙敬拜伫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耶稣无否定伫圣殿敬拜的重要性甲存在的价值。今仔日教会就是安尼，啊无咱就唔免有个教会去安尼的教会用遮济钱来去，唔免。这个固定教会的敬拜非常的重要，但是咱有哪袂使袂记得什么？伫咱的生活中也有缘有敬拜。耶稣基督留到这个模范，互咱学。除了伊伫会堂的敬拜、会堂的献祭，伊有缘有哪伫外口无相关的时间咧敬拜咱的上帝。耶稣示范互咱学，所以咱的生活的当中都有敬拜，互敬拜伫咱的生活中，咱的敬拜伫生活中，咱的生活阁有敬拜。愿上帝祝福咱。头前牧师要甲恁想的是心神甲诚实的敬拜。我用这段，大家人拢足熟悉约翰福音，耶稣伫井边，甲撒玛利亚妇人人伊的对话，这是一个足重要的记事。伫遮咧讲起什么？要喙担这个情景，因伫遐拄着，也三甲在分享。耶稣伫这个正中道，迄是足热，来甲这个妇人人相见面，来分享一个真重要的题目：真正的敬拜。会当伫日常的生活中，咱真正的敬拜，除了主日，咱来到圣殿敬拜咱的上帝，咱伫咱的日常的生活也有缘会当敬拜。咱看去这段圣经记载在讲，撒玛利亚妇人人透过拄着这个敬拜的对象，救主耶稣基督。耶稣用雅各井，迄个井水担了，搁爱担；抢了，搁爱抢。耶稣讲：“我是活水。”伫这个所在，将迄个啉了，搁爱啉；抢了，搁爱抢。担了，搁爱担的水，甲耶稣这个活水做话题，你啉的确袂搁再喙干。耶稣一直讲起到敬拜的顶面，最后耶稣伫遮对敬拜落一个结论。这个结论是什么？咱来读圣经，约翰第4章30到40，预备来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
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阿门。阿门。伫这个所在，咱看见耶稣讲，真正拜爸的，爱用心灵和诚实拜伊。所以咱看见心灵甲诚实的敬拜，原文的意思就是灵甲真理的当中敬拜。敬拜的意思是什么？敬拜的意思就是敬拜，咱爱超越犹太人伫耶路撒冷，撒玛利亚人伫基利心山迄个所在，因重视的是什么？地点。因重视的是地点。敬拜不是干那看到场合，敬拜是什么？敬拜就是上帝的神，甲咱的神，甲咱的灵三交配，迄是一个自由的敬拜，一个自由的敬拜，就超越了这个宗教的仪式，不是着安尼，着安尼，着安尼，着安尼好，仪式足复杂。不是靠仪式，不是到什么环境，无受什么时间，到什么时间，嘛不是到什么空间来限制。灵内底非常的自由，来敬拜咱的上帝。敬拜的意义，就是对咱的心。来敬拜咱的上帝，非常的重要哦，非常的重要。咱就用咱的心，用咱的灵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咱一直在想，要安怎好敬拜的所在光鲜亮丽，要安怎好敬拜的所在光彩体面。互伊足水所在，我毋是讲安尼毋好哦。咱毋是当干那看重即个，但是伫迄个内面，咱却无有主角耶稣基督敬拜。若无主耶稣，即个敬拜是要创啥？咱敬拜的对象是啥物人？就是咱的主耶稣啊！主耶稣是咱敬拜的对象，唯一的对象，不是甲雕塑用甲足光彩、足体面，连准咱的上帝上欢喜。上帝欢喜是耶稣伫咱的当中，耶稣真在意。伊伫咱的当中，求上帝帮助咱，无有耶稣的敬拜，无法度达到敬拜的本质，迄个就无意义。有一个生日会，足侪人来参加，大家伫遐跳舞，食物件，最后。因在找，咱伫遮咧做庆生会，今仔是为什么人？迄个人无伫遐啦，迄个庆生会咧留咧尔，迄个庆生会意义都无去啊。那圣诞节，但下留咧的节目，布置水死的圣诞树，却无耶稣基督，迄个圣诞节的意义就消失了。咱的敬拜嘛是安尼，咱的敬拜的当中，虽然咱该布置也非常的水，咱若是无有耶稣伫咱的当中，根本无法度达到敬拜的本质。因为耶稣是咱的主，耶稣是唯一咱敬拜的对象。第二项牧师要做伙来想的是。分别做成的敬拜，就是心意的更新。咱过来读罗马书12章第1节，预备来，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阿们，阿们。非常的清楚。保罗先生写这句第一节，写所以，因为头前就是有因为头前这个罗马书的第1章到11章，第12章开始有因为，所以伊有写，所以因为有这个救恩，因为神清楚伊。罪得到赦免，所以兄弟啊，我用上帝的慈悲考劝恁。伫这个所在，咱看见保罗先生，伊非常的谦卑。伫这个所在，用慈悲考劝咱，就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牧师要甲大家讲。伊的意思就是爱将咱的日常生活献上伫上帝面前。我拢常常安尼像咧做啰嗦的牧师，甲兄弟姊妹安尼讲，毋通甲上帝当做礼拜煞，要转去，你就甲上帝交互牧师来甲伊顾。来甲伊服侍，你爱甲咱的上帝带转去你的厝，带转你的生活，带转你的工作，带转你的事业，带去你的子女的身上，带去你要做的代志的顶面。咱毋通甲上帝寄带教会，叫牧师来管理，叫牧师来服侍。咱转去对大门离开，甲耶稣基督无关系。咱爱互咱的主，甲咱的生活斗阵。所以保罗伫遮讲，咱爱将日常的生活完全献上。伫遮保罗先生讲，咱的日常生活就将咱家己献上互上帝。献予咱的上帝，超越仪式啦！咱毋是当伫安尼拜仪式，该安怎做较是对。仪式虽然有伊的意义，但是对敬拜的要紧，毋是第一要紧，毋是献上死的。迄个祭物毋是死的，牧师要甲大家讲，毋是献死的，就爱献什么？我的上帝这个时阵爱咱是献我的祭，我的祭什么人？就是咱家己。这是真上帝真正要爱顶的敬拜。上帝爱你，将你家己放伫祭坛的顶面。保罗的目的，无论献搁较好的礼物来敬拜，迄个仪式搁较尊严庄严。若是单单伫遐自我陶醉，安尼迄个敬拜悠然无意义。迄个敬拜毋是咧看遐，所以。咱要来读这句话。所以，真正的敬拜是平时就要在生活中实践的敬拜，也就是敬拜的生活化。伫这就是伫咱的生活当中，都要实现迄个敬拜，随时都会当敬拜。阿伯拉罕行一段路，伊就甲祭。献点伫遐起祭坛献祭，伊无经时无经所在，伊到遐
伊就献祭；到遐，伊就献祭。敬拜，毋是伫遐宣讲，就来礼拜堂才会当敬拜。伫咧厝里无够庄严，无够气氛，袂敬拜去，毋对，这种想法毋对。咱的生活拢会通敬拜。保罗的目的，就是爱咱好咧啊敬拜主。为什么安尼要求？真个时阵，人伫遮哦，心毋知走去佗啦。人伫遮，心毋知走去佗，无心会敬拜。有的人坐伫遮，伊在想啥？牧师啊，你道理讲较短，我约会时间得要到啊。为什么你甲约会时间排咧礼拜日，伫咧顶半段咧敬拜上帝时间接落去？所以你伫遐咧烦恼，牧师加讲几句话，你伫下底上下咧看手表，看了佫袂煞，一直前。牧师啊，讲遐久甲1分钟，咱着爱有想着。咱爱有心的敬拜，毋是人伫遮，心无伫遮。所以真正的敬拜是伫生活中，咱着实现。为什么耶稣基督讲，咱着做世间的光，世上的盐？为什么？因为第16节讲，咱的好行为，互人甲阳光归于天顶的白。亲爱兄弟姊妹。人看到咱的生活，就会甲阳光归于上帝。咱连阵人拢无在意，其实人在意咱的生活，对这个主的敬拜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看重伊。所以保罗先生第1节讲12章，第1节讲了，随佫讲另外1节，第2节，咱佫来读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伫这个所在，咱就爱心意更新佮变化。敬拜有2件代志，咱爱想的。敬拜的当中，就是咱爱分别罪行。这个时间。你敬拜对象是啥物人？是咱的主，咱的上帝啊！牧师看袂透你的心，你都有坐伫遐。但是，咱的上帝圣经讲，伊是参透人的心的上帝啊！伊知影你咧创啥，伊知影你有心直接敬拜伊无，所以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心啊！牧师看袂到，牧师毋知你咧想啥，但是主知影。今仔咱的敬拜，就是要来敬拜咱的主，互咱的主的名得到荣耀，伊的心意得到满足。你毋是为着我来的，你是为着要敬拜咱的上帝。所以第一，咱爱分别做圣，甲这个时间。全心全意敬拜咱的主。第二，敬拜当中审查家己，看咱家己有啥物软弱，互主艰苦，咱就求主来帮助咱，调整咱，透过敬拜上帝的话，互咱会当清气来亲近伊。所以咱来甲身体。献上当作活祭，这种生活的敬拜是上帝所欢喜的。咱第三要讲的，就是日常生活的敬拜。日常生活的敬拜，即使咱也欠少日常生活的敬拜，那失了敬拜生活化。
牧师要甲大家讲，甲兄弟讲，这是一个危机，咱无法度主动，无法度无接受潮流的困扰，咱会随着这个潮流的方式，来行这个生活。咱无法度分别做成，咱连准这个时阵，这个社会在讲的话题，这个时阵，这个社会在看的价值观，做咱的价值观，唔对。咱就知影一个足要紧的事，这足要紧的事就是咱爱有敬拜，在咱的日常生活的当中，我牧师讲，敬拜是分别最成的时间，是审查家己的时间。所以咱的日常生活的敬拜，咱常常会提醒家己，互家己袂行伫这个世代潮流内底，袂失家己。咱家己会放弃呢？若无够细腻，咱会放弃，会去互这个世界的潮流甲咱带去。咱规个价值观拢总放弃，咱甲价值观变得亲像这个时阵的少年人，今朝有酒今朝醉哦。伊就是把握现在，好好享受，伊无咧想未来安怎。咱若讲安尼，你会听牧师讲安尼，是你会感觉讲，牧师你是古早人，牧师做现代人好唔好？牧师毋是古早人，我毋是古早人，拢上古早方法，毋是哦。牧师做愈流的哦，牧师知影现代哦。牧师常常在研究现在青年人在创啥，这个社会的潮流是啥？牧师有在研究，无要咱误会。牧师毋是古早人，但是牧师要甲大家讲，咱着互咱的生活有敬拜，咱才有法度无受这个潮流的困扰。咱抓的方向抓会调啦，因为咱有敬拜主，方向抓会调，咱袂随这个潮流咧行，价值就拍角落了。信耶稣的价值拍角落了，无才得信。咱若无信仰生活化，咱就无法度抵挡这个世界对咱的威胁啦。这个世界足厉害哦！这个世界足够变化。咱我读第二节，咱爱心意更新个变化。咱是要创啥？咱是要查验咱的上帝伊的心意。咱毋是伫遐更新变化。对潮流来行，对这个世界来走，放弃家己，唔知影家己咧做啥，唔知影家己伫这个时阵爱为主做啥，拢放弃。伫这个社会就安尼，我就安尼，咱无法度分别。所以我已经搁讲第5遍，耶稣甲咱讲，咱是世界光。是世界盐，盐虽然看袂到，但是伊却互人有滋味，有影响力。光会互人看去，咱毋是互家己迷失伫潮流的内底，失去抵挡世界威胁的气力。咱就互咱的敬拜活活伫咱的生活中。要安怎来做？逐日将家己献家己的身躯当作活祭。当咱拜上的时，咱就袂有搁有其他的问题啊。保罗先生讲，
我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个老自我常常会走出来，所以我就甲我的老自我拍互舔舔，互伊袂有意见。咱的身躯献祭伫上帝，上帝悦纳咱活活的祭，要用咱献祭的过程，咱要看到咱的生活会当荣耀上帝，为主做见证，荣光归伫爸上帝。咱爱求圣神来带领咱，互圣神带领咱的生活，互咱的生活逐日有敬拜，随时有敬拜，敬拜点伫咱的逐日，成做咱的习惯，随时的，袂使亲像头句我讲的，咱的生活拢是安尼，独独就是无敬拜。独独就是无读圣经，独独就是无学了，独独是无祈祷，独独无信仰。咱就要恢复信仰生活，读圣经生活化，祈祷生活化，学了生活化。最后牧师阁提醒一下，咱的日常的生活敬拜化。那安尼，咱较有法度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伫咱的生活中来荣耀上帝的名。愿上帝赐福伊家己的话，三甲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来献阮的感谢，献阮的懊恼，因为你实在是奇妙，你做伫阮身躯顶，提醒阮的，就是爱阮伫生活中。会晓得来军队你、敬拜你、侍奉你，为着你名缘故，献家己做祭，伫生活中来荣耀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真这时阵，阮煞甲敬拜当作只有。伫礼拜日、主日，阮来圣殿敬拜，安尼较是叫做敬拜尔。阮忽略了伫阮的生活中，都是爱敬拜，互阮随时设祭坛，家庭有祭坛，公司有祭坛，子女有祭坛，生理有祭坛，互阮伫这个祭坛顶面献祭。敬拜主，主你的确要施恩赐福互阮，感谢你，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帮助，成做阮的祝福。安尼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